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英国《泰晤士报纸》高等教育的特刊，来公布着上新的世界大学的排名。英国的牛津大学排世界第一，啊，台湾的台湾大学排入世界的前100名，是排第97名。台北的医药大学甲清华大学嘛排入去前400名内。这届台湾总共有38间的学校就榜。 其中上界特别的是，辅仁大学的排名赢过国立的政治大学甲中央大学，这是参辅仁大学家己的学生嘛感觉真意外。超惊讶的，因为那个不是通常是我们的第一志愿。政大就是在我们印象中就很前面的学校。听到英国泰晤士公布的上新的世界大学的排名，辅大同学真意外，因为辅大排名赢过政大甲中央大学。因为女生吗？我们有医院吗？其实这项评比的标准是看教册论文的品质、国际化等等。第一名是牛津大学，第二名是斯坦福大学，知名度上悬的哈佛是排第3名。台湾的部分，辅大论文表现真好，排行是全台湾第7名。 辅大就是以要出学术的老师们为闻名的。我们老师都会会去研发新的技术，手机，然后跟那个电脑会互动的游戏的那种作答。辅大还是蛮国际化的。我们现在宿舍里面看起来就像饭店一样。 那辅大今年国内大学的排名表现有明显的提升，大进入全世界100大排行97名，比去年进步23名。国内排名第2甲第3是北医甲清大，总共有38间入榜，比去年加2间。好世界看到台湾的高等教学实力。